继续来看金球奖嘅内列报道，今日团大家首届系诗人也系画家嘅罗思勇，以头一摆出客家国语专辑，明年6月为一届金球奖金有奖的新人奖，为拿起吉他来弹唱，系推阿爸罗浪整理诗文集，看到地位呈现呢客家人文，有些以情感度态度请代称嘅记忆，亦都开始将诗文结合音乐，写出一条条和尚自然阿妹屯乡土嘅歌。七千场，七千场，嘿阿妹做嘅菜。他能吉他强亮又温柔嘅歌声，唱出对阿妹对故乡嘅思念。啊，从俺个身体度一想到野香菜，马上规身呢，你就会知道个，俺个身体就会有7000叉个香味。虽然佢咩青葱叶为煮叶嘅菜，偏香也得哇哈，嘿，所以我就知道个，新呢，从客家嘅文化度吼，就像7000叉样诶，唔假使係冇7000叉，冇表也7000叉，就會失去規則嘅文化嘅安尼嘅香味。對苗栗出世嘅老師中，唔但請係詩人，係畫家，客家係最佳歌曲創作者。對舊嘅作品地位，總係讓得到對五線老土地動情嘅情感。雖然係客人，老師中對客家一直冇太多嘅感受。一直到2009年，老阿爸羅浪建立是文史嘅世界。突然對地位感受到客家文化嘅家，未認為安樣，係想嚟年為之界非體嘅設計，開始投入客家詞曲嘅創作。一套家嘅詩咧嘅樣式呢，主要青島嘅嗰種旋律，走出來嘅，就知道個哇，嗰種美感，嗰種感情，哇，突然間就拋發出來。所以這樣子就開始讓阿爸嘅19歲嘅詩就做到歌嘅，以後呢，係自家就開始回想自家嘅童年嘅記憶。每日呢種展示，收錄嚟老師中以新嘅嘅創作精髓，如是音樂、如小為美，客家家音嘅客家老山歌嘅曲調，到西方南調嘅即興詞組曲風。文化嘅根係非常重要。咁對我嚟講，我係客家人，我要帶到台灣，所以呢，也客家嘅山歌，還有安尼嘅小調，也係講八音八改，也係講台灣嘅民間嘅歌謠，也對我嚟講，就係我嘅養分樣嘅。48歲嘅老師中，仲每年展示，以為嚟金曲獎最入賞的新人獎。佢表示，金曲獎嘅主題係音樂。年年冇人過係限制，故所佢冇報名行業類嘅獎項，也等於係否認去年金曲大獎嘅林先生嘅訴求，希望大家將焦點放到舊到嘅音樂作品呢。客家新聞總主委林秋蓮特別報道。